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3，诗篇51篇17节安尼讲：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三角来祈祷，无看轻忧伤痛悔的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自有永有，掌管万有，正直公义，信实圣洁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拣选以色列百姓，成做你的子民，固守保护因，因带因甲你伫地。虽然因常常违背你，总是你有缘无离开因。你用疼等待因活倒转。主啊，阮的生命也亲像安尼，常常违背你，得罪你，总是你也安尼疼阮，等待阮活倒转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在活倒转来归于你，因为你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主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